各位熱心義務工作嘅朋友，希望大家積極參與嘅同時，亦鼓勵身邊嘅朋友投身義務嘅行列，將關愛精神宣揚出去。我深信大家一點一滴嘅耕耘，匯聚成推動社會前行嘅力量，協助構建更加關愛共融嘅香港。特區政府咧係一直致力推動同埋鼓勵社會各界咧係參與義務工作。例如咧，我哋特區政府喺18區咧係建立咗關愛隊啦。咁喺第一期為期2年嘅關愛隊服務期裏面咧，我哋其實亦都各隊嘅關愛隊小隊係總共探訪咗約61萬個長者戶或者係有需要嘅住戶啦，提供近10萬次嘅簡單家居同埋支援服務，以及舉辦約5萬個地區嘅活動，成績係有目共睹嘅。